近啊，他要过生日了，好伤脑筋哦！我到底要送他什么东西才好啊？最近呢，想要说可以去宠物用品店看看有没有好吃的食物啊，或者是玩具，还是上网找一下，看看有没有更特别的。我想要送他不一样的东西。哎，鲜食料理，对耶，这2年的鲜食料理真的很红哦。这样一来，米娅就不用再吃狗粮啦，而且她可以吃到新鲜的食材，就是鲜食料理啦。决定了，就是它喽，鲜食料理。亲生的主角就是我们家可爱的米娅，3岁的牧羊犬，同时也取得狗医师的资格，常常要去户外和大家互动。不晓得我找的大厨 Patty 会准备哪种鲜食给他当生日礼物呢 Hello， 大厨你好。Hello， 你是 Peggy？ 没错，我想要帮我们家的米娅做一个生日大餐哦。那老师可以帮我做吗？当然没问题。因为台湾其实就是潮湿嘛，那它在户外很容易招惹一些蚊虫。让我希望呢，今天设计料理可以帮助它，有一个比较清爽的体质，然后出去工作的时候呢，尽量避免这些外寄生虫啊，比如说跳蚤、蜱丝等等。然后它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比较减少它的体味。哇，原来是可以让我们家的米娅可以香喷喷喽！吃了会香喷喷的牛肉鲜蔬炖饭，要准备的食材有牛肉、花椰菜、玉米笋、红萝卜、香菇、鸡蛋、青豆、高汤200cc， 鸡蛋再加半颗，还有白饭1碗。这样吃对我们家的米娅来说，会不会太多了啦？我今天还有特地在为你准备了一份人吃的料理哦。所以我今天可以跟米娅一起共食喽。大厨 Patty 好贴心哦。原来这份清爽的生日大餐是给我和米娅一起享用的，太棒了！过去有观念是说宠物不能吃人吃的食物，可是这几年观念逐渐改变，因为狗狗的饲料都含有防腐剂和人工添加物，属于加工品，长期吃下来对于狗宝贝的身体都是负担哦。建议给他们吃鲜食看看。大厨 Patty 说，这道牛肉鲜蔬炖饭其实每道食材都有它的功能和特色，除了能够吃饱之外，而且对身体的健康也很有帮助的。好，对，那我们选用这个牛肉啊，来当做今天食物中的肉类的原因。是因为牛肉它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那同时它也有锌，可以帮助它去增强免疫力啊，然后去改善它的这些过敏的症状。第二个，我们使用鸡蛋这边好，然后因为鸡蛋呢，它也有很多的维生素 A， 然后还有生物素啊等等，可以去帮助它的细胞去做修复，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彩蔬的部分。那豌豆的话，它除了可以改善啊它的动脉硬化的这些效果之外，它其实还富含了膳食纤维，所以其实是很可以去吃的。赶快，我们要去热锅做菜喽！再拖下去，米娅和我都要饿肚子了啦。首先爆香牛肉块，牛肉慢慢的炒出油脂，好熟悉的炒菜方式哦。煮给人吃和煮给狗吃有不同吗？宠物吃的料理跟我们人吃的料理要注意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就是等一下的话，人的部分我们稍后还会再做调味，那狗狗的话就不用了。刚刚下去煎的牛肉块飘出香味后，加入拍碎的蒜头，还有香菇切块下去炒。刚刚大厨 Patty 不是说要清爽的料理，怎么会加入大蒜下去炒呢？这个我比较好奇耶，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使用大蒜呢？你说这个大蒜啊，我们人吃的嘴巴都会臭臭的，可是你说要清爽体质，它吃这个可以吗？当然可以，因为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说，可以帮助狗狗去做一些预防体外蚊虫侵扰的一些问题嘛。是，对。那这个大蒜呢，它其实就是里面有含硫化物，它可以就是帮助说，你吃大概是2个礼拜嘛，大概就可以就是有这种防止蚊虫上升的一点效果，所以对它的皮肤来讲也是很好。你看我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肉的表面都已经越来越熟化。没想到清爽的牛肉鲜蔬炖饭里面加了蒜头这一味，可以防止米娅不要成为蚊虫的攻击目标。有没有闻到蒜香？有闻到蒜香。对 ，OK。闻到蒜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白米饭留下了。好，
直接放下去吗？对，直接放下去。然后还有我们的高汤200cc。好的，对，白米，然后以及这个吗？对，高汤。牛肉加上蒜头拌炒后，就可以加上高汤和白饭，充分搅拌均匀后，就放在锅内焖煮。趁这个时候，我要把绿色的花椰菜和红萝卜这些青菜切成小小颗粒状。哦，这么搞刚的切法呢？真的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切一切呢？因为这样的话，狗狗会比较好吃啊，好入口，而且对它们来说，消化上也比较不会有负担。所以基本上给狗狗吃的蔬菜，我们都会希望把它切成很细很细。你看是不是料理给狗吃的食物，就像是给婴儿吃的一样搞刚呢？狗狗吃东西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所以除了蔬菜要切碎之外，牛肉块也是一样，要仔细的切成一小小块，大概只有方糖大小的1/4比较好。稍后我们端上成品和米娅一起吃饭的时候，再来告诉大家为何这样对狗狗的进食比较好哦。接下来切碎的蔬菜就可以加进去，继续拌炒。来看到我们这边的那个餐点已经快要完成了。闻到香味之后，就可以准备起锅了。大厨 Patty 刚刚有说，这份牛肉鲜蔬炖饭，除了是给米娅准备的生日大餐之外，同时可是给我一起分享的美食。但是呢，人狗一起用餐一定要注意，要给狗狗吃的，建议不要加调味料，因为怕这些调味料的本身含有过高的盐分。狗狗吃了太咸的食物，会引起身体的不舒服，还会诱发脱毛、皮肤病和肾脏问题。祝你生日快乐，祝米娅生日快乐，祝米娅生日快乐，祝米娅生日快乐！我最爱的宝贝米娅，生日要快乐哦！谢谢大厨 Patty 的帮忙，我和米娅才能够一起享用生日大餐。口味清爽的牛肉鲜蔬炖饭，看看米娅吃得狼吞虎咽的样子，就知道这道生日大餐一定很合她的胃口。刚刚有说食物要切碎的原因是狗狗胃部有强大的消化液，可以有效分解食物，所以我们把食物切成小块。狗狗没有把食物咀嚼均匀，也不用担心哦。毛宝贝的健康真的是主人们最大的考量。现在流行的趋势是给狗狗吃鲜食，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用刚刚大厨 Patty 教我们的这道菜，为你们家的毛小孩加菜补充营养哦。除了不要添加调味料之外，像是葡萄、生鸡蛋还有洋葱这些食物，也不建议给他们吃哦。看了米娅和我一起共享的生日大餐，相信大家一定迫不及待要帮毛小孩做顿好吃的。手做鲜食料理真的不难，看看米娅满足的样子，身为毛小孩的主人们，为他们手做鲜食一定会有满满的幸福感啦。刚刚在萌宠御膳房里面，你有没有听到关键字呢？因为我听说米娅它是一只牧羊犬嘛，那同时它也是一只狗医生。没错，就是狗医生。人生病的时候呢，要找中医、西医、心理医生，但是你知道，也可以找狗医生做陪伴活动跟复健治疗哦。到底怎么样训练狗医生呢？今天带你来认识一下，走喽！米娅呢，自从当了狗医生之后呢，全身呢都自带光芒了。到底什么是狗医生呢？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动物行为训练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什么是狗医生哦。狗医生呢，他就是会到医院里面，或者是特教学校，或者是学校护理之家，陪伴一些长辈跟孩子，做一些陪伴或者是复健的活动。台湾有狗医生的计划，最早在1999年，陈秀仪小姐透过亚洲动物基金会创办人吉尔罗宾森小姐协助而发起的。这群不能用医术多精专形容的狗医生，用的是无私付出的耐心与陪伴，用喜乐来医治人们的心灵。怎么样呢？可以让
我们的毛小孩变成狗医生呢？那最开始的时候，最基本的时候，一开始就是主人要先带着狗狗完成健康检查。健康检查。对，那健康检查里面呢，包含了所谓的晶片的注射、8合1，还有就是狂犬病疫苗，这些最基本的完成了以后，主人就可以带着狗狗一起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课程了。要成为狗医生的最后一关就是高级班。在这个阶段，训练师会对狗狗还有主人进行测试，还有多方评估。因为狗医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提供陪伴和关怀，人狗一组搭配组成的狗医生，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够有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哦，那是不是只有当狗医生的这个狗狗才可以来参加，还是一般的饲主都可以报名呢？我们欢迎所有的饲主，大家都一定要来报名上课，因为其实我们会就是比较希望更多的主人要了解他家的狗狗。就算你没有要成为狗医生，其实呢，你能够了解你家的狗狗，其实生活上也会很开心呐、很愉快。对。那我们平常在受训培训的过程当中，要接受哪些训练啊？他们的课程总共有3个阶段。没错没错，像是我们家的米娅，就是经过一系列的专业课程及测验，并且完成志工服务实习后，成为拥有医疗犬执照的狗医生，前进现场陪伴小孩或者是老人家。那现在我们要透过狗狗 Bobby 和 Bobby 妈的训练示范，了解狗医生的相关课程设计。这些课程就从基础班的坐下、趴下开始。我们第一个示范是什么？坐下。坐下。对。先引起他的注意力。哇，好棒！第二个，我们要趴下，直接下巴，后续再来。下。对。趴下，趴下。好。在这一些指令呢，一般人都会觉得很简单啊，而且呢，我可能在家里的时候，我家的狗狗它已经会坐下了，或者已经会趴下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做这件事？其实呢，我们是希望呢，透过狗狗已经会的一些动作，让主人也学习到如何的引导它。对，所以呢，狗狗不会做错，但是呢，主人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先学习好。而且也调整好自己的动作了，那未来它就是跟狗狗的关系呢，就会连接得很好。基础班的狗医生训练课程，主要是在建构饲主和狗儿良好的互动信任关系。主人就是狗狗最好的训练师，并且以鼓励代替责罚的方式，狗宝贝更愿意与人亲近哦。接下来 Bobby 妈要下个 off 的指令，下这个指令的时候，需要训练 Bobby 哪一种行为呢？不是灯光的 off 哦，是狗医生动作的 off 哦。我们请我们 Bobby 妈示范一下。好，来，我们来示范一下 off 指令。Bobby 坐下。好，我现在下 off 的时候，Bobby 就不能吃这手上的零食了。好，Bobby off。哎，好棒。off。好，乖。好，那我要下 off 喽。OK。为什么我们要来做这个 off 的动作呢？好厉害哦！其实这个动作呢，我们会希望就是衍生到日常生活里面，因为现在的人大家都会带狗狗外出，然后散步，那有可能狗狗会捡拾到地上不该吃的东西。如果主人的眼睛够快的时候，当看到的它要靠近的时候，主人可以下一个 off， 让狗狗可以离开这个食物。所以 off 是让它离开的意思。对，然后学会放弃这件事情。是，原来如此。Bobby 妈，你的 Bobby 好乖，好厉害哦！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最可爱的贝贝，有光环3号，还有我们的贝贝妈。接下来由狗医生贝贝和他的主人示范中级班的训练。贝贝是一个称职的狗医生，可是贝贝妈说，总难免会遇到不敢和他互动的人。这时候啊，饲主就要挺身而出，扮演中间润滑剂的角色。其实原本我也是幻想着我家里出了一个狗医生啦，我以后就是医生娘啦。但其实当我开始服务之后，才发现一切都只是我的想象。想象有这么严重吗？我一开始服务的时候，带着贝贝进去，原本幻想着爷爷奶奶啊，会非常开心，非常欢迎，那甚至会鼓掌着期待着我们来。那但是其实我们去服务的时候，才发现说爷爷奶奶很多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反应的。那他们有一些比较害怕狗狗的爷爷奶奶，甚至会拿拐杖会驱赶狗狗。哇，那怎么办呢？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说在这个阶段才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饲主呢必须要扮演狗医生还有服务对象中间的桥梁，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相互的信任、相互的靠近，那也协助狗医生来陪伴爷爷奶奶做一些相关的复健的课程，还有陪伴的训练这样子，那也引导爷爷奶奶来靠近狗医生。说到中级班的课程是比基础班更加有挑战性。以等待的指令来说，反复训练狗狗只有听到主人的指令才能够离开。另外一个呸的训练难度算高哦。想想狗狗对吃的很在意，都吃到嘴巴的食物，要让它听到呸的指令马上吐掉。主人的动作得又快又准，要不然反复训练下来，很容易诱发乱咬东西的坏习惯。如果能够克服挑战口欲的训练，要说声恭喜进阶高阶班啦！高级班开课喽！最难的高级班当然由我跟米娅一起来完成喽。训练师，请问一下，高级班跟前2班有什么不一样？等一下呢，我们要做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把基础班跟中级班的东西呢都夹在里面。是，所以刚刚的那一堆玩具里面，有些小朋友他们会没办法拒绝玩具，然后另外还有食物。是，所以记得中级班的 off 要下。对，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走过去，然后再走回来。好的，没有问题。米娅，我们一定办得到了。可是你眼睛已经盯着那群玩具还有食物了。我和米娅搭配一起上高级班，训练重点强调有玩具、有食物的环境，会不会让狗狗乱了套呢？这时候我下的指令，再加上平时的训练，就有机会让我们2个完成高级班的课程。走，对，很棒。米娅哦，米娅哦，跟着米娅走，对，很棒，好棒哦！好，坐下。好棒哦！好，最后要告诉大家，虽然上了3阶段的课程，狗狗要能成为狗医生，最后必须经过训练师的评估，这包括了狗宝贝是否喜欢亲近人、和主人的互动良好，以及服从指令。这些课程设计强调的是饲主和狗狗的双向沟通，主人改变带狗的方式，狗狗也能听懂主人的指令。这样一来，我们和毛宝贝的生活品质会更加提升。新北市板桥公立动物之家。啊！怎么会这样？今天我们做完我们的服务之后，就要跟米娅他们一起来放松，好好运动一下。明明就约运动公园，地址也在这里，可是怎么会是动物之家？我有没有走错啊？哎，不管了，时间到了，先去看看波比妈有没有到。走了，走了，走了。嗨，波比妈在那边呢，我们去找她吧。波比妈。运动就运动，还塞斗帮他穿衣服，不会太热吗？其实当然不会咯。你现在天气很热的话，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很热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穿凉感衣。那我们也会在运动的时候想要穿一些吸湿排汗的机能衣。那当然狗狗也是一样，它们也是需要排汗，然后也是要运动，所以要防晒的时候也是要穿上凉感衣。哦，所以穿上它之后，狗狗会比较舒服咯。当然。哦，它可以呢帮我们做吸湿排汗，然后也可以帮我们做防晒的效果。对，它有97%的抗紫外线，因为紫外线它直接照射进来的时候，它这个热能会反弹回去，它就不会照射到它的皮肤里面了，所以它的皮肤是温度是很凉的。你看看，跟外面是不一样的。真的哎，它这里真的比较凉哎，这边比较热。哦，所以它这样跑一跑之后，它会比较舒服。对。我知道狗狗散热的方式就是吐出舌头喘气，脚掌的部分也是可以帮助散热的地方。虽然看起来很厚重的狗毛，也具有隔热的效果，可不要想说把毛剃掉对狗狗比较好哦。其实毛对它们来说是很珍贵的。那其实皮肤呢，它们是没有排汗的，所以其实狗狗不会从皮肤这边去做散热。对，那毛是可以保护它的皮肤，所以一般正常我们都会把毛留着，然后如果外出跑跑天气热，会把它穿上凉感衣。
这样的话，我要马上帮我们家的米娅一起来穿上这舒服的凉感衣喽。美女变装秀开始喽！米娅，我们去变装，仙女变装秀完成。现在呢，我们米娅跟我们的 Bobby 都穿上了舒服的凉感衣，接下来呢，马上带他们2个去运动喽。好的，耶，好喽，走，来，米娅 ，OK， 走 ，OK。米娅走啦。波比妈和我说，板桥动物之家有个附属的宠物运动公园，分为大狗区和小狗区。简单的游乐器材可以提供狗宝贝们很多运动量哦。还有波比妈很贴心的邀请板桥动物之家的动保员当米娅的健身教练哦。既然呢要带米娅呢来做运动，当然我们女生在健身的时候都要有专家来指导。米娅健身一定要有专家喽！马上来问一下我们的专家，第一个跨栏运动，为什么要做跨栏运动啊？那跨栏的话，主要就是训练它的跳跃能力。那在训练跳跃能力的时候呢，就可以运动它的腿部肌肉，还有腹部肌肉，还有全身的协调性。哇，这样的话，我们米娅就会越来越苗条，身体越来越健康喽。好，米娅来，米娅来，我们来跨栏运动喽！来，米娅这样，耶，好棒哦！狗宝贝的跨栏运动，栏杆的高低可以依照狗狗的体型调整，考验它们的跳跃能力。不过，要是本身有膝关节或者是髋关节有问题的狗狗，则是不建议哦。训练第2趴，刚刚呢，米娅已经训练到我们的腿部，还有我们的核心肌群的部分。接下来这个要来训练什么呢？这个呢，主要是让它做匍匐前进的动作，好来训练背部的肌肉。哦，匍匐前进，米娅，我们来训练背部的肌肉喽。来，米娅，来这边，走。来，米娅，我们来试试看，快点，匍匐前进，再来，米娅来，再来。这些训练主要是增加狗狗们的肌肉力量，当它们的背肌或者是核心肌群能够有所锻炼，走起路来相对轻松许多。我们刚刚呢，然后训练我们的肌肉，以及身体放松了。接下来我们要让心灵放松，我们飞向大草原吧，走喽！米娅来。狗狗呢，喜欢主人们带它们出门运动，最好的话一天运动2到3次，如果时间不多，最少1天1次。狗狗运动量不足的话，会失去活力，有可能会容易乱叫，当然还会变胖哦。所以为了狗狗好，请带它们一起动健康。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想要养狗儿陪伴你吗？波比妈建议板桥动物之家有很多可爱的浪浪，欢迎大家以认养代替购买，来这里领养它们哦。我们可以看它的卡片，然后这边会有写品种，它是吉娃娃哇，对，因为它感觉上有像吉娃娃。我们上面都会有写它进所的原因，还有它做过什么治疗，都会有写在上面。对，你可以挑一只喜欢的小狗狗，可以跟它互动。可以让它闻个味道就好了。对。透过认养不弃养，给它一个温暖的家。新北市政府推动认养计划，妥善收容这些浪浪们，希望他们的新主人有一天能够出现，带他们回家。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看看这个狗狗跟这个新的饲主有没有机会配成对了。如果说大部分大家都喜欢比较可爱的小狗，对，然后他们认养出去的几率很高。我们都有机会和浪浪们互动，挑选我们想带回家的狗狗，让他们都能够找到幸福的家。而且在这里有很多可爱的毛小孩，年龄从小到大都有很多的选择。如果你能够在这里带回一只浪浪，相信周边的朋友也会被你影响，用领养代替购买，拯救更多的毛小孩。走，米娅走。刚刚啊，带米娅去运动公园，好好的运动放松一下之后呢，现在要带她好好的检查一下身体。朋友介绍一家动物医院在这附近，但是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哎。那边有一个饲主也带了一只狗哎，
他应该知道，你去问他一下。米娅，走，我们去问人家。哎，你好，不好意思，我刚刚看到你牵一只狗狗，对啊，我想要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动物医院啊？动物医院哦，我正好也要去。真的吗？对啊，在哪里？还是我跟你一起去好了。好啊，好啊。好，那走吧。好。咦，跟我一起进来的那个人怎么不见了？他就是我们的御医。哇，医生你好，我有眼不识泰山啊。刚刚呢，我带米娅去运动公园运动，她外面跑跑跳跳，我很怕她把寄生虫跟跳蚤带回家，我想请你帮我检查一下。好啊。那他平常有在做一些基本的外寄生虫、内外寄生虫的预防吗？我都把它送到美容院保养，谁逗它漂漂亮亮的啊。帮狗狗做美容，整理得漂漂亮亮的，和预防内外寄生虫其实有点不一样。听听兽医师怎么说。其实一般来讲，我们的预防会有3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每年的基本的预防针，对，那这就是每年或者每3年会进医院做一次的施打。对，然后再来第2个部分就是外寄生虫的部分，也就是你刚刚提到跳蚤蜱虱常见的跳蚤蜱虱的部分。对，那这个部分的预防目前有大概2种选择，一种就是使用滴剂的方式，那第2种就是用口服的。好，那部分也有一些项圈有这方面驱避的效果，对，也可以。所以我只要呢带着项圈，把它呢挂在狗狗身上，虫虫就不会找上它喽。对，就是有药物的项圈。毛小孩的虫虫危机，因为狗宝贝经常在外面跑跑跳跳，就有机会被寄生虫盯上。常见的体外寄生虫像是跳蚤、蜱虱等等，它们通常躲在野地中，伺机攻击我们的毛小孩。体内寄生虫则是有条虫、蛔虫、犬心丝虫等等，一旦感染都会引发它们生病，不得不小心哦。除了定期除虫之外，日常清洁要重视，避免发生虫虫危机。日常清洁，那可以教我吗？可以啊，来，来，你来，我们拉上来。那医生看一看哦。对，那因为我们一般出去的时候，其实最容易与外界接触的地方就是它的脚脚。好，所以我们通常回到家的时候，只要不要是太脏的状况，其实我们就用清水搭配上我们一些家用的纸巾，然后呢，把它的脚做一个简单的擦拭，其实就可以了。我要怎么擦？对，大概就像这样子，好，一点点的纸巾，然后加上一点点的家用的水就可以了。好的，就是用湿布帮它做擦拭。对对对，然后哈，尤其是它的脚掌的部分呢，就做一个简单的擦拭，哈，然后包含是它的肉垫的内侧，哈。对，然后等它擦干之后呢，好，我们擦干净之后呢，我们可以再用一个干的纸巾呢，再做第2次把它擦干的动作。对，所以只要把它脚擦干净就可以咯。狗宝贝在外面跑跑回家之后，都要帮它们擦擦脚掌。脚掌潮湿的话，狗狗会觉得怪怪的，想要去舔脚。狗的嘴巴有很多的细菌，一舔下去可能引起发炎状况。接下来的清洁部分，兽医师要建议检查狗狗的耳朵。耳朵？对。为什么要检查耳朵啊？因为耳朵它比较有一些皱褶、有一些管道，而且它比较毛是比较少的，所以如果说有一些寄生虫，也比较容易会附着在耳朵上面。那怎么看呢？对，那一般的在居家的部分呢，其实只要做一个很简单，就是把它的耳朵稍微翻开来的动作，就可以看到它的耳壳，还有它的耳道的外面。好，这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基本的检查，有没有一些虫虫啊附着在上面。还有兽医师有说，狗的耳道很容易积聚油脂灰尘，形成耳垢，建议饲主用湿布轻轻擦拭。还有耳道里面是会躲着用肉眼看不到的虫虫哦。如果到了医疗院所的时候，我们就会准备像这样子的耳镜，好，那它就可以搭配上一个软管，然后它就可以比较容易直接的检查到它的耳道的内侧。所以这样可以看得比较仔细，对不对？对，我们就可以像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检查到它的耳道的里面了。原来如此啊！造成毛小孩耳朵长虫，最常见的是耳疥虫，体型很小的外寄生虫，专吃耳道皮肤的碎屑和分泌物。如果没有注意，这些小虫子也会跑到身体其他的部位，造成皮肤的刺激和瘙痒。除了这些日常保养要注意之外，当然，最好的方式是进行定期健康检查。那我们呢，多久一次呢？把它带到医院里面，还要来做个检查？
基本上以健康检查来说的话，大概要看狗狗的年纪，还有它目前身体的状况。如果以健康的狗狗、年轻的狗狗、7岁以内的狗狗的话，我们大部分建议大概1年到1年半之间做一次基本的健康检查。那如果它是年纪比较大，7岁以上，甚至是它有一些慢性疾病，那可能这个检查时间就会缩短成可能半年到1年，甚至是根据疾病的状况，可能会需要每个月甚至是每个礼拜的来做一个追踪。原来如此啊！所以呢，大家照顾毛小孩的时候要很用心哦。可是我刚刚有发现哦，我们进来的时候，你不是带一只狗狗吗？它怎么不见了？哦，它是目前要就是认养的，就给人家认养的流浪狗。那目前正在做一个检疫的动作。对，检疫的动作。那我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呢我们在外面看到浪浪，要帮它认养的时候，要检查哪些地方吗？可以啊。我们有去过板桥动物之家，知道这边可以提供认养浪浪。其实，在动物医院部分也会提供认养浪浪，鼓励大家以认养代替购买。兽医师说，在浪浪被领养回家之前，会进行理学检查。一般流浪狗我们刚要就是领养它之前，一定会先做一个基本的理学检查，看看它基本的身体状况，然后一些基本的生理数值是不是正常的。那如果说外观上看起来都还没有什么太大异常的话，我们会帮它做血液方面的检查。血液方面不就是要抽血？对，还要抽血哦，好辛苦哦。那我们抽血的话，可以帮他做哪些检查？主要会确认一下他目前的整个血球方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异常，或是基本的肝肾功能啊、血糖的筛检。那在于那个浪浪方面，我们还会再做一些传染病的筛检，像是包含了心丝虫啊、那个艾利希体这一方面一些比较常见的传染病筛检，我们都会一起做。我想要问一下咯，心丝虫最近呢常常广告上面听到，它到底多可怕？为什么大家都会一直把心丝虫拿出来讲？心丝虫其实在台湾还蛮常见，而且其实真的是还蛮可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有几个是，第一个它的传播媒介是由蚊子所传播的。那以台湾这种亚热带的气候，其实蚊子1年4季几乎都有。对，所以传播媒介一直都存在。那再来第二部分是它在狗狗被感染到之后，其实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有几乎不会有症状的。对，那必须在感染的大概2到3年后，它才会有轻微的症状发生。对，多轻微啊？大概可能大部分最常见的状况就是咳嗽，然后会有一点可能会有一些运动不耐的状况。所以那个饲主可能就以为他感冒了，对不对？对，可能都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疾病。那等到这个心丝虫越来越影响到它的心脏的时候呢，它所产生的这些心脏的伤害跟病变也是不会被逆转的，就算像是它可能会造成一些心肌的损伤啊、瓣膜的损伤，这些其实就算这个心丝虫经过治疗后，它也是不会好转的。好可怜哦！没想到心丝虫这么可怕，大家一定好好防疫哦。兽医师说，犬心丝虫病有善于隐形的特质，可以说是会要了狗宝贝性命的隐形刺客哎。因为感染之后潜伏期长，症状又不明显，后期接受治疗后致死率也相当的高，可以说是饲主们很容易忽略的寄生虫传染病。除了要避免感染，最好要把毛小孩养在室内，不要被蚊虫叮咬，和定期投药做预防之外，我们还能为他们做什么保护呢？我们可以做快筛，那怎么做快筛啊？快筛的话，我们一般就是用我们刚刚抽到的血，然后再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快筛的试片，那经过5到10分钟的时间之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读了。原来如此，所以大家记得哦，如果你外面看到了可爱的浪浪，要把它带回家，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帮他做好一个健康检查，才可以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哦。犬心丝虫的检查，医师建议除了浪浪之外，家犬应该半年到1年做一次检查，因为被蚊子叮咬后，用快筛验出成虫，大约需要6到7个月的时间。如果这段时间漏吃了心丝虫药的话，可以补吃药剂补回。最好及早检查，发现做治疗，狗狗的存活几率比较高。当个爱狗的好主人，请注意狗宝贝的身体健康哦。我跟你说，今天呢，我要带你去认识新朋友哦。这个新朋友啊，跟你一样都是牧羊犬。
然后啊，它很有名哦，有演过电影，成为电影当中的主角哦。你猜猜看是谁？就是女王的柯基的柯基，你看，好可爱哟！我们去认识新朋友喽，走喽，走 ，Hello， 柯基们，你们好，嗨，我要让米娅认识的新朋友就是柯基犬，和米娅一样都属于牧羊犬。柯基犬可是有英国皇家专用宠物犬的称号，在台湾还有一个组织庞大的柯基犬社团哦。就让我们和米娅一起来认识他们。其实，在台湾有一个非常多人的柯基社团，里面全部都是柯基的饲主哦。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一只超级可爱的柯基，叫做乐咖，还有我们的阿纯姐姐。大家好，我们是柯基总动员的乐咖，我是阿纯姐姐。我们呢这一次的社团哦，听说人超级多的，但是一开始为什么会建立这个社团啊？这是在106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罐头妈妈微微，然后她经由社群网站，然后认识一些都是饲养柯基的饲主，然后就在一起活动聚会，那就觉得应该要让这个团体能够扩散出去，认识更多的人，所以在当年呢，就成立了一个柯基总动员的一个社团，就在 FB 上面，对，柯基总动员的一个社团。哇，现在已经有2244位了耶！对。阿纯姐姐说，透过网络号召，聚集柯基犬的主人们来自全台湾，所以会分门别类，让各地的饲主都有机会聚在一起，就饲养柯基犬进行交流。加入我们柯基总动员的社团之后呢，那我们微微她就是会帮大家资料建档，然后邀请我们进入 LINE 的群组。对，好，来就是我们有 LINE 的群组在这里。我们就是有一个总团，然后分北中南，还有北中南就是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好的一个 LINE 的社群团体，就是 LINE， 就是上面会分享大家的养育心得啦，还有什么好货推荐啊，都会在上面分享。哇，好棒哦！听说呢，我们加入有一个很可爱，就是每一只都有身份证。哦，没错，每一只毛孩，我们罐头妈妈微微她都有亲自建档，那就上面呢我们会标示主人是谁，然后毛孩的名字，像他是罐头。哦，就是乐咖的爸爸，就是我们罐头，然后他生日是104年3月4号，他高雄区，所以他本身他是在高雄的群组，对，高屏的群组。我们现在看到这上面，比如说我们北区有355个人在里面，所以里面呢就有355张这样的一个身份证，属于毛孩的身份证，好可爱哦。对，柯基犬有专属身份证，也太猛了吧！柯基犬总动员社团不仅仅号召爱柯基犬的饲主在一起，也制作了这么可爱的身份识别证件，真的是太有心了。另外还有一个设计，不仅有识别度，更增加了柯基犬可爱的报表指数哦。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啊，我觉得每一只毛孩上面都有一个红色的一个领巾，好像你们的制服，为什么要这个啊？哦，这是很特别，要感谢我们罐头妈妈微微呢，她就是在106年创立这个社团之后，她在当年106年12月底在高雄办了一场100鸡聚会的一个家族聚会，100只柯基的家族聚会。那当时候就是满坑满谷都是柯基，大家也认不出来谁是谁。那他就觉得他要想办法让大家都能够叫得出来每一只毛孩的名字。所以他在隔年，就是我们柯基总动员满1周年的时候，他自掏腰包送了200多只柯基，每个人1条领巾。所以我们在年底的聚会的时候，200只柯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就像这么多人哦。对，这就是当年的100鸡的活动，就是因为这一场才有红领巾。真的哎，因为呢，每一只柯基呢都长得很像，对，然后呢都很可爱，所以呢爸爸妈妈也可能认不出来哦。对，除了大聚会之外，各区也经常性的举办活动，让散布在台湾各地的饲主都有机会带着柯基犬一起互动，一起玩乐。我们也分区，然后也办那个就是生日趴、庆生趴，然后就生日趴，然后草地跑趴，还有游泳趴。还有游泳趴，游泳哎，对，所以柯基很喜欢游泳哦。对啊，非常喜欢，他们天生爱玩水。身为汪星人之一的柯基犬，夏天最喜欢的运动项目之一就是游泳啦。对主人们来说，夏天和狗狗一起游泳玩水，人狗互动，培养感情。
柯基犬不管在水里还是跟着主人玩水，看起来就是这么的萌啊！就连英国女皇也被电到成为柯基犬迷。那接下来邀请柯基犬丽莎的爸爸告诉我们柯基犬的相关资讯。我们柯基有分2种，一个是卡迪肯跟潘布鲁克。那台湾大部分的人都养的是潘布鲁克。都养潘布鲁克哦。可是我发现刚刚看到洛卡，它的颜色就跟我们丽莎不一样啊。因为潘布鲁克的话，它有分两种色系，一个是黑白黄，然后一个是白黄。那丽莎是白黄。对，好可爱哦。好，那我们台湾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柯基？因为柯基走路，第一个它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屁股，小肥臀，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腿很短，跑步起来很可爱，真的，对，非常可爱。柯基犬大大的屁股还有小短腿，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都会被它们的体态给吸引。这也可能是它们的健康杀手。刚刚我们知道了柯基犬爱玩水，难道有相关的原因吗？照顾上要有很多的心思，比如说它不可以站立，然后不可以过度激烈的跑跟跳，然后最重要的是不可以爬楼梯。不可以爬楼梯，所以你们都要把它抱上抱下吗？每天都要从1楼抱到3楼，这样来回，每天。真的哦，你怎么那么幸福？那么平常呢，我们要注意，它不可以爬楼梯啦，然后还说不可以就是运动过量，对不对？是。那我们要让它做什么样的运动，可以让它保健它的漂亮的身材？最好就是游泳。游泳？对。难怪你们要办游泳趴，那游泳有什么好处啊？游泳就是可以对它髋关节跟脊椎有非常大帮助，让它放松，然后减少它的压力。对。原来如此。所以呢，柯基的爸爸妈妈们都会带柯基去游泳咯。对，没错，一定要带它去。我想汪星球上的柯基犬萌萌指数爆表，照顾上也是爆累人的吧。其中脱毛、换毛的整理问题，就从我手上的刷毛器说起。还有柯基犬等等的妈妈来给我们指点指点哦。刚刚制作单位塞了一支毛刷给我，是觉得我今天造型不够好看，要来整理一下吗？其实不是啦，是因为呢，我们前面有说柯基很会掉毛，所以呢，就是它的刷毛器。短短妈，我们平常要怎么帮柯基刷毛？像我们在刷的时候，不要太大力，不要用刷的，就跟我们梳头发一样。它会，因为我们人也会痛，毛那个狗狗也会痛啊。对。然后我们要这样子顺着它的毛，你这样梳下来就好了。不要东刷刷西刷刷，反着刷。反着刷是属于那个 Q 猫那种卷毛的狗，那个是贵宾他们在用的。是。它的方式是我们是直的顺的就可以了。你看它叫它这样刷，好多哦，这么多。我来试看看。好，才刷2、3下，看到不？这么多毛，它真的很会掉毛。所以呢，就是呢，动作轻柔，轻轻的梳，然后平常注意到它的生活环境，是不是也要家里也要注意一下，但是不可以太潮湿啊？对对对，所以说我们都是一定会有不在家的时候哦，安全一点，电风扇伺候着，就是要让它空气流畅，要不然这样子湿闷闷热热的，它一定也会不舒服的。柯基犬是3层毛的狗狗，夏天天热掉毛调节体温，冬天天冷脱掉粗毛，更换成绒毛要过冬，等于换毛的时间很长。短短妈说，平均2到3天要刷一次。那干脆我想说，我觉得啊，像我这么懒的人啊，我觉得把它毛剃掉一劳永逸啊。是可以剃，可是哈，我们的建议是说，不要剃到底，剃到底的话就跟你的皮肤一样，那时候你会接触到那个你的很多不该接触的什么虫子啊什么，对皮肤都不好，容易会湿疹啊，还会对那个给虫子咬啊，这样子的话皮肤真的是会受不了的。所以我们不能剃太短。因为柯基好像有3层毛，所以我们这样刷它，它会不会变成秃头狗？不会，因为它梳废毛是增加它的新陈代谢，所以说它绝对不会变成那个秃头狗。所以我们这样，不管是柯基犬，或是我们家可爱的牧羊犬米娅，狗狗都是聪明有趣，有着独特个性，是人类的最好朋友。所以啦，照顾狗狗就成为狗主人重要的工作。而在照顾的过程中，不仅仅培养感情，
对于狗也会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今天的萌宠攻略大家还喜欢吗？还记得一开始的人宠共识吗？一开始呢，我们为我们家的米娅做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鲜食料理。另外呢，还有呢，你带我们的毛宝贝出来玩的时候，要如何帮他做善后的清洁，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今天最重要的是让大家认识了狗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怎么样呢？可以让我们的宠物可以一起来服务大家。另外呢，我们的米娅好朋友柯基也超可爱的咯，希望大家会喜欢哦。我们萌宠攻略下次再见喽，萌宠攻略，么么哒。